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届会议上，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46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一份声明，表示支持中国在东突厥散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团体。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签署的声明说，我们支持北京在新疆地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措施。过去3年半里，新疆没有发生恐怖事件，该地区恢复了和平与稳定。欧洲议会议员拉佩尔·格鲁克曼说，有些国家支持在东突厥散犯罪行为，如名单上的46个政府一样。像我们的欧洲领导人一样，有些人保持沉默，或者让他们保持沉默。世界上也有人正在动员打破沉默。根据联合国、美国国务院、人权观察和各种人权组织的报道，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建立了约1300个集中营。此外，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约有3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强行拘留在这些营地中。流亡的东突厥散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将约50万维吾尔儿童与其家人分开，并将他们送入中国共产党的孤儿院或寄宿学校，他们的父母被关押在集中营、劳改所或监狱。美国演员布拉德里·惠特福德指责美国篮球联盟 NBA 继续与中国开展业务，对香港和东突厥散地区的做法保持沉默。他在推特发布动态说 ：“NBA， 你是否关心香港的事情？你是否关心中国人正在为维吾尔人建立集中营的事实？或者只有在不影响财务报表的情况下，你才会表现出原则性和响应能力的态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我们考虑禁用包括抖音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对福克斯新闻电视台发表讲话的蓬佩奥就在美国使用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进行了评估。蓬佩奥讲到，近期一直争论抖音应用程序构成重大安全威胁问题，我们对此非常重视。针对是否封杀抖音的问题给予答复的蓬佩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抢在特朗普之前发表言论。但是关于人们手机上的中国 APP， 我可以向你保证，美国也会做好这件事。现在我们正在关注这件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正式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通知递交至美国国会与联合国。此前，特朗普曾威胁暂停美国应该履行缴纳的世卫年度预算，接着他直接宣布退出世卫，在联合国主持下运作，并在会员国支持下继续存在的世卫组织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指责感到惊讶。美国国会已经正式收到特朗普政府关于退出世卫组织的通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今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在线记者会上表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很多关于武汉病毒起源的讨论。现在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世卫组织专家将于本周末前往中国，与中国同行一起制定科学计划，以确定该疾病的人畜共患源。谭德塞表示，疫情正在加速，目前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流行病的高峰。他说，全球死亡人数似乎趋于稳定，一些国家在减少死亡人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死亡人数仍在上升。